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还是先看恒大的消息啊。截止到2025年7月底，恒大清盘人共收到187份债权证明表，恒大欠这些表格主人3199亿，未提交申索的债据还没有算在内。清盘人现在直接管控的实体资产价值只有246.8亿元，可变现金额仅18亿元，也就是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清偿率是多少啊？现在申报债权的是3200亿，但是这个就是破产财产能变现的只有18亿，那就是5%都到不了啊！更惨的是，这18亿当中只有7467万来自恒大，剩下的17亿多基本是子公司持有的资产，目前回笼大概有13亿，其余涉及大量复杂的内部交易，要想用来变卖还债，短期内操作难度很大，已经没办法变现。说估算下来，清盘人现在手里只有不到14亿，但欠债主们的钱至少还有3199亿，也就是杯水车薪啊。实际上这个3200亿的债，这个远远不是全部，但是清盘人手上掌握的财产，对吧？那个你想要它增加，比登天还难，对吧？跟债务相比那简直是九牛一毛。这就是为什么清盘人看上了许家印、夏海军，对吧？恒大的高管，他们的分红，他们历年从恒大拿走的薪水还有分红，他要追这个就有60亿美金啊，也就是这个如果追回来，那比那个债权人手上拿的这个破产财产还要多得多。当然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这个暴雷房企它那个债务重组虽然这个博弈，但是最后勉勉强强都能通过的原因，也就是一旦进入清算程序那就发现没有财产，那个清偿率非常低，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这些美元债的债权人他们最后只能接受这个债务重组，以时间换空间，过2年再看，2年时间一到，一看这个开发商没有起色，那就接着来，反正最终最坏就是清零嘛。近日，上海世贸建设有限公司、佛山世贸新里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宁润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新增一则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8.5亿余元，执行法院为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就是上海世贸这又恢复执行8.5亿。这个天眼风险信息显示该公司现存8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342亿元。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及中本案件信息，也就是这个上海世贸也已经好不了了。8月18日晚间这个万通发展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毅会家属告知其收到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通知，王毅会正在公安机关配合调查，据其家属所述，调查事项与万通发展日常生产经营无关。万通发展紧急召开董事会，推举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钱劲洲代表代为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这个说到万通我印象里好像有个什么万通六君子，这万通这6个人好像后来都在房地产或者资本市场这个沉浮现在万通的这个实际控制人又被拘了。这不管怎么说，说明房地产这个行业房企这个日子并没有好起来，对吧？大家再看一看万达，再看一看万科。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昨天它有个报道叫建筑需求转弱，中国7月水泥产量降至16年来最低，也就是降至这个2009年以来最低。北京彭博电说，在房地产危机未解、基础设施建设乏力的背景下，中国7月水泥产量同比下滑5%， 1.46亿吨，创下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中国官方上星期五就8月15号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包括水泥产量在内的多项指标在7月表现不佳，工业活动、投资和零售销售均持低于预期，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其中，钢铁产量创下自2017年以来最弱的7月表现，房地产投资出现2020年以来最大的降幅，人民币贷款更是20年来首次收缩。这个人民币这个7月份居民这个中长期贷款是不是
减少了4000亿还是7000亿？这个按理这个数是一年比一年多才对，同比啊也略微增长，这多少要涨一点。它这个不仅没涨，还下降了。以及大家想象一下啊，就是整个7月份，或者不仅没人买房子，或者买房的人少，因为买房子他就会贷款，贷款那个才会增加这个居民部门的中长期贷款，这块少。完了还有好多人呢，把那按揭贷款给还掉了，提前还款，或者按照这个什么顾超明的说法，那就是居民缩表啊，或者叫资产负债表萎缩加剧。实际上这个信号非常不好啊。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啊，他说其中钢铁产量创下自2017年以来最弱的7月表现，房地产投资啊出现2020年以来最大的降幅，水泥、钢铁这个跟房地产密切相关，跟大基建呢、跟那个对吧，修高速、修高铁、修那个各种广场、仿生树、老干部疗养中心都有关系。这个彭博社认为啊，他说相较于钢铁，他说水泥更能反映中国的旧经济。他说因为它几乎完全依赖国内建筑业，出口量有限啊，那也就是水泥行业产能都是咱们自己内部消化，过剩的混凝土建筑也无法像太阳能电池板或汽车那样销往海外。自1990年至2014年，中国水泥年产量逐年增长，用于建设摩天大楼、交通网络以及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塑造出现代城市景观。在政府推出这个口罩期间刺激政策后，中国水泥产量于2020年5月达到峰值。此后，随着房地产危机爆发，逐渐走低。今年7月，受高温暴雨影响施工活动以及政府供给侧改革的压力，中国水泥产量再度下滑。由于生产商被要求缩减产能以匹配需求，未来产量可能进一步下降。伴随着产能下降啊，有2个后果，一个是就业，对吧，就更加难；第二个，对吧，你前期的投资要收回就更难。这个产能是拿钱堆出来的嘛，对吧？是你贷款投的生产线，现在压产能，也意味着很多生产线要被淘汰掉，或者停产，关停并转，那就意味着你这个投资打了水漂，坏账就这么形成。水泥、钢铁产量是吧？7月份都在下滑呀。我们再看这个财政部的数据啊，8月19号，财政部发布2025年1到7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1到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3124亿元，同比下降0.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基金预算收入2596亿元，同比增长8.8%；地方政府基金预算本级收入20528亿元，同比下降1.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6950亿元，同比下降4.6%，也就是卖地收入啊，1到7月全国啊是下降4.6%。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上半年杭州、成都、上海是不是地王频出啊？这个光一个杭州上半年卖地卖了多少钱？上海、北京也没少卖啊，深圳，也就是说这几个头部城市啊，卖地收入是在增加的，要不然它还地王频出呢，对吧？那个地王3-4天就刷新一次，3-4天刷新一次，咱们的节目也介绍过，对吧？上海最高那个楼面价都卖到20万了，那房子盖完之后，那房价不得卖40万、50万？也就是说，大家要想象什么呢？就是想象一下，整个的1到7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这个收入啊，它下降5%左右，这个蛋糕是在萎缩的。但是这个蛋糕里面，一线城市的这个蛋糕啊，还在扩张，对吧？那要不然地王怎么能频出呢？那就意味着2线、3线、4线、5线这些城市，那不能叫雪上加霜啊，那简直是叫断流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本来整个的大的盘子在萎缩，然后这个上海、杭州、深圳这些地方卖地收入还在增加。总之媒体是这么宣传的嘛，火热嘛，对吧？又是什么央企、国企纷纷拿地、纷纷囤地，那囤到最后是整个的盘子在萎缩。所以我别的不敢说了，我只能说这个3线、4线这些地方政府这日子过不下去，对吧？工资发不出来，这个就太好理解了啊。这专家啊总是希望1线城市，对吧，放开限购，这个缓解1线城市压力，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啊，这就是完全不顾啊2、3、4线城市的死活。关于这个咱们房地产未来的形势啊，这个高盛啊好像又有预言又有分析啊。高盛认为2027年房价再跌10%。国际投行高盛最近发布了一份97页的重磅报告，结论令人心凉。中国房价从2021年高点已经跌了20%，到2027年前还得再跌10%。也就是说啊，咱们现在首付这个不是15%，也就是你现在买房到2027年，你的首付也可能跌没了。这是高盛的这个报告啊。高盛的报告经常也不着调啊，是吧？他说咱们经济是 L 型复苏啊，到现在咱们到底是在那个 L 的一竖里面，还是在 L 的一横里面？高盛他也没说。
那高盛现在说咱们的楼市啊，到2027年才见底，而且房价还得跌掉10%。不过我觉得啊，从这个房价高点到现在啊，他说跌了20%，这个感觉好像不止，对吧？一线城市跌了20%的，就不要说那些什么3线、4线，更不要说什么黄金，对吧？黄沪、黄金那个天津武清、什么燕郊、大厂、香河、涿州，这房子都跌了80%吧？是不是？所以周末是不是开了一个重要的会啊？对吧？8月18号啊，什么第9次全体会议，这个会上啊说了要采取有力措施巩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对吧？这是又是重要会议上面又提房地产啊，针对房地产要采取有力措施，要止跌回稳。这个结合最近这个沪市啊，这个指数走出一个慢牛，对吧？大家认为这个这个有力的大手还是管用的吗？对吧？有力的大手把沪市拖住了，而且让它走出了一个慢牛，那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个结论？房地产也可以，对吧？有力的大手一拖啊，房地产又要叫止跌回稳，这个没那么乐观啊。也就是咱们沪市和房地产这个还是不一样，不能类比。这个沪市啊，对吧？它有国家队，它有保险资金，它不行，它可以收集筹码，对吧？它通过控制这个权重股，比如银行，它可以做到，它就是短期它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楼市呢，这个就不行了，对吧？体量太大。沪市啊，它可以通过这个筹码的供应呢，它真的可以做到。你比如 IPO 它停，对吧？或者 IPO 的速度它慢一点，但是筹码不就是稀缺了吗？对吧？它也就是说，咱们按照房地产理解，就是供应这一端呢，它就能控制住了。而且这个东西是靠，对吧？监管部门就是证监会一家就可以做到。你想象一下啊，这个房地产这个上级政府希望控制，但是你地方政府那是本能的，他要多卖地啊，因为卖地拿这个钱去发工资啊，所以他就这个筹码是不是就是无穷无尽的？你想从供应端去控制，这个是违背人性的，太难，对吧？你还让地方政府自己去控制，他是要卖地来这个发工资啊，解燃眉之急，所以这个筹码就越来越多。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专家建议，对吧？也像沪市一样成立国家队，成立什么中储房，那这不就是国家队吗？拿着钱去收房子，这就和那个国家队拿着钱在市场里面收筹码买那个银行股一样嘛，来控制。这个和那卖地是一样的啊，也就是卖地是地方政府决定的，那你这个收房子的国家队由谁来决定呢？是由中央政府决定还是地方政府？还得是地方政府，对吧？那但是地方政府你去你那个地方收房子收的再多有什么用呢？你把房价拖起来我就不在你这买了，我也不在你这住了，对吧？我搬到郑州去，对吧？我搬到南昌去，什么地方房价便宜合理，不是说便宜啊，是合理，什么地方的房价更合理我就往什么地方搬。也就是说啊，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沪市和房地产的逻辑不一样，就是你操控得了沪市未必能操控房地产，你操控得了房地产你未必能操控得了沪市，就这么一个逻辑啊。我们再看啊，这个过气网红城市啊，杭州，这个潮新闻啊有一个报道叫杭州市中心有不少不到100万的房子，说100万就能买到上海静安老破小。最近上海市区的内的100万元老破小引发网友热议，上海静安区叫彭浦新村一些老破小房源单价降到3万元以下，一些30多平的一户一室的小户型总价只需100万元出头。在杭州半山板块的杭钢北苑与上海的叫彭浦新村有些类似，杭钢北苑房龄有20多年，目前在某平台上，杭钢北苑30-40平米一房户型挂牌价大多在60多万元，不过先有成交。近年来成交的房源大多是更为实用的2房户型。除此之外，杭州大部分老破小还是集中在市中心一套长明寺巷小区的房源，31平米一室一厅，挂牌价75万元。该小区位于城站附近，是名副其实的市中心地段，但从展示的户型来看，这套房子卫生间和厨房如房间不成套，这可能也是低价的原因。配套成熟的朝晖小区同样是杭州市中心的核心地段，紧邻地铁3号线叫朝王路站，也有不少总价不到100万元的房子。朝晖9区面积30平的左右一室一厅房源，最低挂牌价只要80万元，而50平米左右的2室一厅挂牌价也只要130万左右。相比远郊新房，市中心老破小的居住舒适度必然逊色不小，但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城市配套资源，尤其是交通医疗配套，这也是很多人权衡之下更优选。我想啊，这样的新闻呢，实际上只说明一个，这些地
地方的房价撑不住了。但凡能撑得住的，不可能这么便宜啊。当然了，跟他自身的户型也有关系啊，对吧？30平米的房子，那是谁会买，对吧？这个30平米的房子那也太刚了，那就是单身汉买。那单身汉你买房子干啥？着什么急呢？所以说啊，而且这地方对吧，老户型啊，30万，然后叫一室的小户型，连个配套都没有，厨房、卫生间还不在一起，恐怕是公共的这个卫生间啊，或者是公共的这个厨房啊，肯定不受欢迎啊。根据科尔瑞的数据啊，前7个月京沪300万元以下的低总价段的这个房源成交套数占比60%。所以大家也就明白了，都是一些什么人在买房，就60%的人买房的价位是在300万元以下，这是北京和上海啊。这种一般的都是要结婚的，要么就是孩子要上学啊，真正的刚需房，但是也买不起那个条件好一点的，所以只好买这种啊老破小。这个财经网报道啊，说上海一小区业委会将50多户业主告上法庭，共欠缴70多万元，电梯因没钱修停摆。普陀区玉城宝都广场小区业委会主任沈建初没有想到，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9号楼50多户业主告上法庭。这些业主迟迟不肯续缴专项维修资金，导致小区各种公共设施维修停滞。有一个装饰性的屋顶年久失修，被台风吹下来一片，大家都觉得很危险，但拆下来要10几万，没钱。3部电梯1部坏了停摆，没钱。沈建初说啊，这样要修那样要修，但维修资金用的见底了，怎么办？这就触动业委会加快催讨资金的步伐，也就是业主还得再交一批维修基金，而且这叫续交，也就是意思是第一次对吧？买房的时候交的那个几%的那个什么专项维修资金已经用完了，现在要续交，那业主肯定是意见很大呀，对吧？第一批钱交了，怎么花这的都不知道，你现在又让我续，凭啥？其实早在2019年10月，这个小区专项维修资金已低于首期筹集金额的30%，按照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和普陀区出台的续筹标准啊，也就是接着筹资啊。玉城宝都广场小区召开业主大会，通过了筹集方案，但没想到170户业主中，竟有50多户不愿意缴纳，涉及金额70多万。我不知道他这个怎么通过的啊，这是我也没研究过，但是我理解的像这种啊，你至少2/3的人投票赞成才行。170户里面有50户不同意，按人数算啊，按户数算，正好他没过2/3，或者勉强过2/3。如果按面积算，那就不好说了，对吧？有的开发商自持物业，他在里面投一票，对吧？立马就可以改变这个投票结果。总之啊，我理解这种不愿意缴纳这个专项维修资金的，因为现在赚钱难，对吧？然后这个钱交过去了，怎么花掉的大家不知道啊，然后你又通知，对吧？大家接着交，不行再投票，这个投票又被你操纵了，那业主当然不愿意啊。本来这个房价就下跌了，结果你每年或者隔一段时间还要往里再交钱，除了什么物业费，对吧？你还要交其他的钱，那你肯定就不愿意啊。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说这个普通人在深圳月入2万的真实现状。这个发帖的人说啊，他说我和我老公都是湖北人，今年30岁，我们是2020年5月份带着手里仅有的3000块钱，大包小包的行李来深圳深漂啊，也就是正好口罩期间呢，成了一名深漂。这初到深圳，人生地不熟，靠着自己一步步努力，在这里站稳脚跟，如今已经深漂5年半了，收入从最开始的每月1万到如今的2万，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我老公工作在医院做系统运维，我是在小公司里做 HR， 我俩住在不到20平的城中村，每月房租2000元左右，我俩每月衣食住行4、5千，剩余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存款。在深圳，我们的收入属于中等偏下，但可以满足日常衣食住行，也让我们有勇气在这个大城市继续发展。深圳这个城市啊，包容性较比北上还是强一些，毕竟外地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他说，在这5年，我和我老公每天2点一线，除了上班就是在家，没有其他活动。我们俩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努力挣钱，早日实现目标。我们俩如今30岁了，还没实现买房买车，目前正在努力中，存款不到10万。说主要是在武汉的时候创业失败，留了很多负债造成，没有小孩，这是我俩在深圳的真实现状。我想啊，这是大部分牛马都是这种现状。不过啊，像他这个30岁还没小孩，还没结婚，这个恐怕既是遗憾也是幸运呢。遗憾的是啊，这个女方30岁了还没生孩子，对吧？这个往后的年龄越来越大，就是会越来越面临选择焦虑，生还是不生，对吧？生没钱，不生年龄不等人。幸运的也是他没孩子，所以负担轻，也没买房，
所以说这个每个月还能攒个1万块，存1万块啊，对吧？现实的压力还没有那么大啊，即便下个月失业了，对吧？他也不至于说这个过不下去，头发掉一半，剩下的一半还白了，对吧？他现在一切啊都是因为去深圳之前在武汉创业失败，估计背了一屁股的债，7大姑8大姨借的钱，对吧？现在在慢慢还，对吧？这个故事给我们启示，对吧？尤其是给我们牛马和韭菜的启示，只要不负债，只要没有下一代，这个压力啊就没有那么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